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今仔日我带你来到大溪中庄。中庄呢，就是大汉溪大曲坎上加一站的河街地。在遮有两家口啊，姓拿甲姓林，因斗阵为着咱台湾的农业要来做出奋斗，而且有所成就。因为中庄就是咱北台湾上重要的韭菜生产基地，但是伊毋那是做着传统的惯性农业，要做有机的，要做转型的，到底是安怎会当来做甲成功？今仔日斗阵来了解台湾成眼界，来叫你看卖大溪中庄的韭菜。最近啊，大家咧流行讲这挂烤韭菜吼，烤韭菜。其实哦，宜阳你这个韭菜园吼，特色头一个是要往有机的方向来行。对，安尼讲哈。啊，你即摆做到什么程度？我现在其实是产销履历还没有办法走到有机。第一是安怎无法度行到有机？你讲哦，观众朋友来了解。第一个是因为爸爸还是惯性的那种思维，你没办法一次把它导正过，倒下来。对，要一次慢慢来。然后再来就是周边种韭菜的都还是以惯性为主。对对对，那我这边的隔离带其实是不够。无够。对，就是讲有机，你就爱四边周围啊，拢都爱甲你共款啦。对，上无爱离较远的，唔通咧农药污嘅，啊拢喷来你遮，啊就农药。你甲咱看吼，所以咱这个叫做生产利率啊，吼，生产利率啊，这甲一般的这个韭菜吼，外形看起来有啥无共款？以我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大概快一只手臂长，跟它长啊。敢若长啊，而且吼，我有看到较宽。对，一个是较宽半，啊，一个是它的鳞茎部位它比较粗，啊也比较长。哦，这个地方，这根头吼较粗啦，哦，根头较粗啦。对，哦，这两项外观是安尼啦。然后在口感上面，它跟现在我们大溪的韭菜的味道会有点不一样。它会比较没那么强，那它鳞茎就是根头的时候来加起来会翻甜。对啊，这翻甜啊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品种不一样。来小等哦，安排当食，我这下讲到食哦，喙哪都流着，会翻甜啦，袂哦，安尼，敢若食到迄个蒜头安尼。对。哦，所以也袂烤开来，较袂遐臭。对，那其实会种这个品种，原因就是要跟在地的一个品种做一个市场的区隔。对。啊，那生产期咧，甲人有共款无？生产期拢共款。生产期拢共款。对，但是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这边一直有在配合一些学术单位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政府的一些农改场啊、农事所的一些试验，但是我的定植期就是会比人家短一点点。安怎讲？你的迄个，你个落栽啊的时间，对，甲人较短。对。安怎讲？因为我这边以惯性来说，他们是在席面上直播苗，然后再把它等到苗长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对，移栽要到咱的目标的田区。是，但是我这边是用血盘，你就直接就坑进去。啊，因差不多点栽啊，差不多要90天，我只要45天。哦，所以你当冰冷番的对啊。对，这少年的就是较厉害啦。啊，你甲咱讲吼，尤其咱知影讲，你要做生产履历吼，这项物件，啊，又想要做有机，但是咱韭菜吼，可能观众朋友唔知，韭菜上讨厌就是拢用鸡屎肥啊。对。我发誓吼，这拢无迄个鸡屎味的。我本来就小可溜溜。你会使看者，顶悬拢无粗坑。无错坑哦，吼，鸡屎肥啊，咱用粗坑砍起来啦。啊嘛看袂到肥料，啊无看到迄尿糖啊。你若看到迄鸡屎肥吼，哦，迄尿糖，你真正看到你唔敢食。一般如果有
跑去韭菜园，你会看到其实图表上面都是肥料，但是我这边没有，加肥，看起来加肥无安尼食甲较重安尼。对。啊，尤其迄化学肥嘛，也了真重。啊，你遮有落啥物肥料以外，啊，佮有无啥物农药无？这边大部分用的药就是我跟惯行比，我大概只有1个月用一次啊。那你如果是以惯行来说，有用生鸡粪，大概10天就要喷一次。对，因为鸡屎肥颠倒容易掉糖啊。对，因为其实鸡粪肥它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病原菌，你撕下去以后，它算那些病原菌其实是一种接触型，喷药的话还不一定能抑制掉，所以变成说它要多洗几次，叫我可能甲压了。有影呢，这因为吼韭菜吼，我以早去清水也有看过吼，你若是用惯性的吼，袂安尼淋的，小块的腐倒来。对。那因为给塞补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，它丢到田区以后，它是在田区做发酵，因为它是生肥。那发酵过程它会释放氮肥，所以韭菜很喜欢氮，所以就会快速吸收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韭菜会倒下去，就是因为氮肥吸收太多。太收加收多啦，加收多才点头落去啦。对。天天看到就是点头的，吼，啊，因就赶紧的要抠啦。所以你看到我这边的韭菜其实都是直淋啊。对。那我头看到你个白啊，吼，因为白啊顶头有写鸡屎肥。对。哦，这化学肥甲生物团。对。这你有要做迄个试验性的对吧？对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目前这边田区大概已经是超过300种条件了。哦，所以你也是农业科学家呢？哎呦呀，真正失敬哦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实验是目的要找到成本最低的施肥模式啊，哈，去降低农民的成本。哦，对，那其实我这一次做就是生物炭，因为现在政府在讲近零碳排，对，我如果对着时代咧吼，所以你嘛真不实，先有看讲人即摆还佫有咧用化肥，啊甲生物炭，要安怎夹，啊比例偌济，安尼就去比。因为其实农业是算负碳，那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排碳。是，那我们怎么在生产过程中去把我们的那个碳量给降低落来？对，是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组，我头看到一组，这个，对，我先把它擦一下。这就是鸡屎肥。对，但是这个是政府核可以用的。这无味呢？这无味呢？你有甲骗无？没有，因为它经过高温杀菌。我杀菌过哦，然后再高压照粒。哦，这高压变成一粒，敢若迄个金光丸啊呢。对，它其实高温杀菌就是在把它之前鸡粪里面的一些病原菌去除掉，然后照粒是把一些虫卵都给破坏掉。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有分2种，一种就是直接生鸡粪下去做。那一种是经过堆制以后再做，对。那我这边是堆制过，所以我这边的是熟肥，没炒啦哈。对，无迄青肥吼，真正你徛1分钟，你路边塞车过，你就看啊，你就唔通过落来，啊无就迄雨神就拢来。对，所以恁兜本地，那这韭菜是差不多做偌久啊？以阮爸来讲，差不多30几吨啦。哦，其实大家唔知吼，咱这大溪、这中庄、这角位啊吼，做韭菜嘛，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吼，占北部的韭菜吼，全国的韭菜占10%以上。对，因为这边的生产面积可耕作面积是400公顷，那农会有登记的是在80，龙潭的3坑一直到大溪、月美，然后一直到中庄，所以规抓拢地的。对，那最原先开始种韭菜其实是中庄，那因为韭菜它要经过稻作的轮作，所以中庄种韭菜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变成这边土地不够，然后就往月美跟3坑。但是你实际上敢有甲切啊咧轮作？有，这区就是要准备要种稻啊。
哦，哎这区就准备要做切啊。对。哦，这啊，差不多但是恁家是一水还是两水？一水，一水做一水啊，你啊？照理讲是爱冷水，爱两水嘛，吼。对啊，但是你敢若做一水哦。对，哦，你真豪华呢，哦真土地啦，就是要用这个土地了。对。但是讲到吼，咱若是做有机，或者做迄个较优先土地吼，到底对的土壤有啥物差别呢？第一个是你的土壤不会板结，那也不会酸化，土壤，你讲土壤袂安怎？不会酸化，不会板结。袂酸化。嘿，哦，酸化咱知啦，食到酸酸啦，吼，食土会酸酸啦，啊，袂当袂结规圆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试验的时候有做这边填掉，然后去取土，这个大概是在表土层大概45公分左右。对，这个是我们一般那个45公分啊，你哦。对，就变这样了。那这我们在学理上面称为不透水层。对，真正足顶，这土呢，这不是石头呢。对，那你看到有颜色，这个就是酸化，酸的啦。对，看那有铁啊。pH 值大概是在4.5到这酸啊4.5到4.8之间。这酸哦。对。哦，你看要求呢。对。啊，这对这土温啊，完全无法度啦。对，没办法。完全无法度嘛，吼。所以恁家即马土温啊，介济呢？应该找得到啦。吼。对。这就是咱即马看吼，咱这料差不多当时会当烤啊。这其实拢会使烤啊。咱会当烤看觅。可以啊。咱来试看觅，来烤看觅吼。听讲哦，那宜阳因查某囝也是最多咱的，你做好多咱小姐。哦，5台还有一个节目叫做好好多咱先生，咱家吼哪家出了一个好好多咱小姐，咱小弟来请宜阳你查某囝。好。才10岁啊，还佫做多咱呢。吼，来试看觅，好好多咱小姐。人客看，我甲你讲哦，你来大溪中庄啊，你来找这个小蓝莓啊，这就是咱爸爸因的查某囝的千金啦。伊即马哦要甲咱做导览啦吼。小蓝莓，你甲咱讲，你就当作我是人客，啊怎么导览？你甲我讲。赶快啊！哎，你开始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照之前。好，去。好。这个是镰刀，他要怎么拿？我要怎么拿？这样拿，好，然后呢，握住，哦，要握这么低哦，你一手可以抓住哦，从底下这样割，要不要拉它？不用往上拉哈，就只要把它抓住就好了。哦。真厉害嘞！佫真娇传，安尼吼，我会当试看觅，我这了吗？还是这个高音收呢？我这可以下，会使吗？来，这辅导这安尼。安尼有够哈，老师安尼会使吗？还是要低一点？这个平。要跟地一定平哦。甲涂骹共款平齐哦。佫用纠正。佫来，安尼。然后割。哇，挂菇菜，安尼敢会使？可以哈，老师安尼 OK 吗？哇，真荣幸来到这里远的呢吼。听恁校的讲，你做30档啊呢吼？对啊。恁校的讲是你破病了，伊才转来做。你迄是安怎去摇去伤着？练个3、4、5倒塌就对。倒塌哦。毋就一直箍。就是
提档啊，姿势唔对啊。啊，拢是摸这韭菜哦。哎呀，摸韭菜。哦，真正韭菜就是爱叫人爱咕落去。啊，即摆好势好势。好势好势。恁后的转来吼，绿冬吼，你敢有赞成？头个转来无赞成。无赞成哦。伊头讲我本来外口去级遮悬着吼，啊来到遮吼，你会感觉袂得安尼？因为做农的是看天食饭，我不赞成。啊，伊就要转来啊，咱人也无啊，想讲啊，田的后来第有人食。袂罔补啦，嘿。但是我看伊补甲真认真哦。头2年哦，做了无。哦，头2年做了，搁咧摸啦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要行这有机的路吼，啊，即摆佫开始咧补这生产履历吼，这种物件。啊，你敢有赞成？迄落我的想法是讲，既然要交予伊啊，伊安怎做就对伊做。哦，就放互伊去处理就对啊啦。哦，伊讲初开始你嘛是会反对哦。经济问题啦，啊，伊囡仔较济，咱迄落转来拢拍袂开，哪会煞？哎，所以你是烦恼伊的生活啦，毋是讲直接就讲真正反对讲要来行有机这条路啦。哦，是安怎做啊？但是你有感觉讲，伊即摆的种法吼，比早你以前的种的时阵，吼，无即个基西味啊，有较好的所在。因为环境来到遮有差，哦，问题就是讲伊做了菜有较水，吼，哦，比咱迄个本来老农的惯性，哦，提早头7、8、10工休息。对啊，伊讲45工伊用迄半叶了吼，放入去，45工安尼烤安尼，哦。哦，产期敢若2倍呢。哦啊，我看我有影哦，因为我定咧食韭菜，我就知哦，恁这拢冷，啊都较宽呢，放较宽吼，啊嘛吼会翻甜。伊就选这品种韭菜较甜，较袂遐咸。啊，你讲互咱哦，咱来宣传一下吼，咱这中庄的这个韭菜吼，甲别位譬如讲溪湖也好啦，清水的啦，哦，咱比起来，咱北部的这个韭菜。较好在哪里？啊，较特殊在哪里？咱北部的韭菜，可比讲咱迄落开花期吼，咱遮的韭菜花，韭菜是较无遐好食，啊，毋过韭菜花吼比南部的拢加甜分拢加足侪。嘿，这味的我阁唔知呢哦。因为咱南部所压的韭菜规年通你拢会慢嘛，啊，咱北部是敢若一柜安尼。做一柜安尼啦。哎呀，一柜安尼，咱这是天然，因呢是拢用灯罩，用网色的哈。哎呀，迄落用迄落电热炉烧，所以他们的品质会比较差。哦，是韭菜花较无遐甜啦。哎，较无遐甜。啊，咱的韭菜花是拢几个开始会晓出产？咱差不多7个半左右啊。7个半吼。会记的哦，人去看7个半吼，来大溪中庄啊，就食韭菜花哦。哎，一伦，你这个鸡丝是什么物件？这个其实是现在桃园市政府的一个政策，就是所谓的智慧农业的部分。啊，是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控制系统，多功能的控制系统。对，跟你当控制什么物件？马达、莫达。嘿，风扇。哦，水帘加压的这莫达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是从马达打焊，对，这个是降温在用的。啊，嘿。哦，这个风是。对，就是我们排风扇。风是的莫达。对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灌溉用的一些马达。哦，水的这莫达，啊个有深井。对。啊，这现场甲遥控这什么意思？我如果切在现场的时候，就是我可以去手动的去控制它。好，那这个有一个用意，就是说，当我切到遥控的时候，我现场是没有办法去做控制。无法度去处理。那为什么要做现场跟遥控？其实它有一个保护机制。当我今天人在现场查的时候，我远端的人没办法去下命令。就
干那一头会使做啊，对。哦，那它也是一个备援的系统，万一我的远端系统挂掉的时候，我可以切到现场去做操作。哦，是。对啊，这种是你家己导的？对，都自己来的。哇，真正是。啊，好佳仔，你是读这的？啊，它其实内部就长这样啊，就整个内部。对，这边大概4万多条线吧。你看，你要看，这种即摆现代的做事人吼，就是安尼啦，唔是咧园的内面咧锯菜咧锯掉的，那4万多条。对，4万多条线。而且我看到读啊歹，我即摆连最实，阮就无一定会当来做了呢。对。哦，啊边仔迄个是啥物？这个其实比较特别啦，这个在一般我们外面比较看不到的东西，它比较属于工控的东西。你这 break 那生都跟人无共款。对哦，它是工业级在用的。那其实也是为了这一套系统而去定义的一个，就是 NFB 的一个规定啊，就是我要去抓。我要去控制每一个那个所谓的插座，我要去监测它有没有正常在使用。哈，那当今天它跳，那一般的普通的 break 就跳起来，对，哎呀，设计也无效，对，啊，过来查，啊是倒一个安尼。对，但是它跳掉以后，讯号就会回来，我马上就知道是哪里故障。有影智慧的 break， 所以其实生做跟人无共款。对。因为跳起来迄头就甲你讲啊。对哦。在这个控制的权限里面，你看到这边有一些控制条件。那当我申请马达故障的时候，我的灌溉系统会自动停下来，但是它会告知你这个地方故障。哦，都位故障，你别安尼吹，它直接就告诉你故障。那你要排除以后，它系统还会再自动上线。哦，好嘞，你来看吼，这吼第1路、第2路一直到第10路。拢知影，对，全部都会知道，真正有够巧呢。真正要进入 AI，其实大数据是最重要的啊，这个东西要进来，对，它才有办法自己。真正规套啦，对，它才有办法自己去学习。其实我们现在缺的就只有这一块，含电力跟用水量这些，其实我们都有把它纳进。哦，这是明年咱过来看就完全不同款。哦，但是伊即摆已经初步已经开始会当家己分架、家己处理、家己对，就只有在控制端这一块。但是你落参数，然后人工智慧就是工人智慧啊。对，就是你工人你来开始踮样处理，啊处理到某一个状态了，再交予伊来处理。对，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农场的整个灌溉的系统，它其实已经进入第3阶段，就是全自动化跟 AI 化的这个步骤。那其实，在前面2个阶段，我们是从手动的那个模式开始，然后到所谓的低度的控制，其实都是在抓这些要系统化的参数。对，参数。哦。所以这一次算我们第3次升级。安尼哦，你可能刚来转导，比如讲阮兜哦，这个你种物件的时候，你嘛会当来做这种系统。可以。是吼，这个都可以去运用。这观众朋友啦，你无一定厝里爱做事，你若是要种啥，种草啊、草花啊、花草，嘛有当来用这来处理。对。这市面上有部分，但是有像安尼规套的吗？没有那么完整。听到哦，叶轮哦，咱就明年过来看卖，这 AI 啊，真巧的这个自动灌溉系统。其实采收拢简单，麻烦的真正是这个草。一礼拜无来看有无？迄有当阵真正洗无韭菜就对了。想尽办法想要把这些韭菜这山羊做成更做较大，对，想讲我现在东西，其实这差不多4、5年，阮拢一直在调整，帮这个作物去创造更多的加工品出来。吃韭菜久久长长啊，9月9日种韭菜，2人交情久久长。正月竞赛2月韭菜，
哦，这个咱上爱听，一时韭菜一时葱，有时青光有时月明啊。这是倒位呢？这就是啊，咱另外一个男主角啊，小虾，这嘛老朋友啊呢吼。小虾，你看，你这那创到敢若教室共款。系啊，这是算讲一个故事馆吼。哦，韭菜故事馆。对，阮拢在遮讲故事的。哦，所以你来看，这有讲这韭菜岛大冒险，对，啊一盘菜诞生，对，啊享龙宴，吼，啊这金针菇，我看起来有的是唔那讲到韭菜，啊，佫有讲到咱大溪的故事呢。对，唔对，因为阮大溪啊是一个老城有无，足侪故事，足侪历史，拢足侪拢咧大溪有关系。哦，我看佫有写恁家己呢。对啊。芳草野园哦，在大溪中庄三兄弟吼，斗阵经营管理，拢是海归的青龙。你是去国外读册才转来吼？嘛不是算去读册，算去做事。哦，去海外做事，啊才转来。对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优先土地自然咯，所以你做有机的咯。对。哇，做有机的有影无简单呢，敢若做这个韭菜哦，做甲会大粒瓜、细粒瓜吼，有当是糖真高呢吼。所以你来看，咱这个园有偌大，咱在做有机的在遮。我拢种我家己这边10公顷，啊，毋过毋是一家啦吼，即个所在，因为大溪就做，大溪有高山，嘛有遮河谷，边地嘿，拢有，对10公顷哦。对。哇，啊，恁三兄弟就去管理啊？系啊。哦，影有才情呢。咱来园的内面看卖。好。哦，来看，恁遐10公顷。对。哇，哦，这哦，韭菜岛大冒险吼。哦，咱来看卖园的内面。小夏，你讲这是韭菜园哦？对啊，因为阮遮即地是实验的，做试验的。试验的哦。对，啊，所以讲即摆拢是农教育。我掠做你咧甲我唬烂的，这是韭菜园哦。我找互你看。哇，啊，这是要哪办呐？这有无？这规模的啊。哦，因为阮有机的无咧袂使装药啊，啊，佫足无用的，所以讲拢无来挽草啊。哦，你种有机啊，佫足无用啊。因为10公顷爱管理吼，真正人工爱足侪人工的。安尼，才甲扣起来。嘿，基本上阮种安尼掠的有无？嘿，啊，刀啊挂。对平吼，对平坐啊，甲扣起来。对，啊，你看这就有机的。这差不规工差不25。这即马差不20公尔。20公尔。这还袂到25。你若这规期吼，要安尼收起来，这一早起哦。对，拢爱早起，因为你爱咧日头起来种植，无开始热的时阵吼，这慢慢就。我讲安尼，干那这了，你着爱采偌久的时间？其实采收拢简单，麻烦的真正是这个草啊。对啊，这草啊，毋爱先挽起来。这草啊，基本上阮挂掉了后有无？阮就摕除草剂，来直接削掉，规个削掉。规个削掉。啊，到残肥就对啊啦。对，啊，削掉了后，阮就开始压肥啊。啊，迄削掉的草啊，佫砍起哩，有无？砍起后盖的草啊，佫生较慢。所以讲，阮这尽量拢是无咧喷药。我看你就头壳疼呢，你袂感觉头壳疼啊？有啦，有当阵你若差不多一礼拜无来看有无？吼，有当阵真正找无韭菜就对啊。找无韭菜你倒去啊？你若看，若真正砍掉有无？伊迄韭菜韭菜头啊会较长、较白，因为伊无较长。哎呦，水塘就伫遮呢。对啊。哦，这是叶啊，还是乌蝶？无，迄马路。哦，这马路吼。马路。哦，伊青蛙遮济呢，遮济双脚。遮暗时嘛是有萤火虫。暗时也有萤火虫。对。哇，你这是试验的？对，这试验的。所以讲，阮拢带囡仔来遮挂。哦，因来电视讲，啥物叫做有机啦？所以哦，恁要婆婆妈妈要注意，你定下咧嫌这有机哦，足贵的啦。你敢若看这你就知啊，是敢若要哭你就觉到流屎目屎流就目屎滴。对啊。大粒汗细粒汗吼，你甲咱讲吼，你是安怎开始来种这个有机啊？哦，其实就是拄则阮为故事迄故事馆吼，故事馆来遮了后，
故事馆迄当阵，阮就是算讲，因为我原本就是种遮国外的食材啊。哈哦，你本来种一寡迄个搞即个西餐厅的这食材啦。对对，啊，遮个物件算讲，阮迄当阵种就是为有机开始种，啊，种了后，发觉讲，那周围的那一直咧转咯，害你无法度有机。对，足奇怪。吼，我开始了解啊，原来阮这边种韭菜种足济，吼，啊，结果阮想讲，啊无韭菜一定爱转样嘛，无阮就摕一块啊，吼，莫讲足大块，我惊嘛歹顾，所以讲细块阮就先试看卖。种落了，我甲讲，其实会使啊，无转农药嘛是会使嘛。啊，就开始，阮就开始用一个故事馆，开始咧讲，你会使卖抓吼，会使去看卖。啊，你这中熟悉甲迄咱家有菜农场。哦，你是因为做故事馆啊，甲小兰熟悉。对，因为我想讲要去了解阮遮的地方的故事。韭菜的即个产业。对，我有另外讲，问看嘛，你嘛种韭菜，你嘛少年的，你是安怎种的？啊，结果我讲啊，伊就家己有咧做，伊就是尽量莫用农药的。哦，啊，阮就合作伙就开始就开始咧有诶气。所以你两个气味会合了，对啦。对。所以你也开始安怎你会开始讲，我要甲这，因为一般的这个少年朋友吼，无这个概念，就是讲你做事就做事，啊，先啊，我做一个故事馆安尼加牙加。对啦，对。吼，阮当阵阮大兄就甲讲，啊，你牙加迄摕来种菜偌好咧。因为迄当阵其实，因为我转来了后，我嘛是去了解韭菜了，啊，佮问足济，算讲时代甲我讲足济故事的，啊，我家己发觉讲，这故事足趣味的，啊，这趣味的故事我知影，啊，结果我佮无，我佮只想要甲人分享，我想讲这故事若是我无讲出，啊，大人甲我甲我讲了，我无讲出，足可惜的，所以我想讲，安尼我用创一个，算讲故事馆吼。啊，伫遮我会使讲故事，啊有当阵时代来，我嘛会使看遮个看，因为我有创地图嘛，啊时代看到地图就想着啊，这我以前就是安怎的。对，啊我就佫会使听故事，我介意听故事，佮介意讲。但是你后来佫做这个食农教育，啊佫有这个教学，佫煮食互人。对。你这毋是愈舞愈大摊？嘿，啊就爱耍啊。但是吼，我老实讲吼，对少年朋友来讲，爱有一个启示之外，实际问题嘛爱甲你问哦。你要靠这个厨房食农教育，还是讲靠这个讲故事来趁钱，敢有法度？即马讲较困难的，讲真实就是安尼，因为你若阮主要嘛是生产遮的农产品啦，讲真实的，这是阮的本啦。哦，这个主业是这。对，所以讲其实阮嘛是靠这，啊，其他其实就是咧传达阮的理念。理念对，啊，安怎敢宣传？对。哦，上无阮媒体来的时阵，会当去细去看一个，无阮这个庄稼松来遮啥物都毋捌。无啦，毋会使讲庄稼松，是讲较有机会会使来接受阮的土地啦，啊，而且佫会使了解阮的故事。你是自细汉，毋是踮遮大汉的嘛？自细汉就踮遮大汉的。哦。对，啊，我自细汉我其实嘛是无爱读书，所以讲我拢咧田咧耍啊，无就去走咧溪边仔耍啊。哦，啊，转去就会互讲啊，对。啊，所以讲其实以早我拢咧算遮有诶无诶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即马我家己有。以早是算，即摆是当作事业啦。对啊，即马我带阮查某囝想要去遮溪埔啊啥田咧耍啊，以前迄河流啥真正是掠诶。真高啦。对，即济啊，即马看无掠无，啊，感觉足可惜诶。所以讲想讲，若是这有机诶，若种会起来。啊，尽量像即马萤火虫，我加减有转来一寡，啊，若是这水质的部分，阮若是佫会使甲变讲算讲以早共款，遮的物件佫有通好耍，啊，佫足好耍的，阮带阮查某囝嘛会使耍会着。但是你有三兄弟吼，三兄弟甲你的大哥、二哥，甲你的想法有通好一致吗？咱有通好合起？咧冤家，咧冤家啊！对啊，因为阮大兄就是生产的，就是以为主啦，吼，所以讲伊较实在，就是讲，即马产量吼一定爱顾会着，因为你若甲客户讲好的物件，你一定爱有，袂使不多去。对，啊，所以讲伊互我变的所在就是迄块，较细地的所在，互我安尼变食的。啊，共款爱无闲时阵嘛，是爱去斗相共。啊，阮二兄就是
有这个传家的会有无？就是算讲，这规家啊、大细项啊、吼水务啊，这客户爱倒一办的安尼。所以二兄是处理这个出货的部分。我就是拢爱。恁三兄弟拢带家啊吼？大兄呗。大兄呗吼。你家己生几个？我3个。生3个吼，所以你甲看，这电影创新就是安尼实实在在，有理想性，嘛爱务实，吼。实务上你嘛爱顾会调，爱顾辅助嘛，顾巴肚。对。吼，这有机是有机的，像头仔，阮初初开始去甲小兰熟悉的时阵，小兰伊就是讲，阮老的都无法度啊，无法度，我做有机啊，我著做转型的啊，吼，生产努力，吼，互当农药当控制，真正莫用药剂。你这是2、5工就考起来。对。哇，所以呢。要做农的有影无简单，吼，嘛爱做吼，科学性，嘛爱理想性，甲实务上爱来做结合。咱来看吼，你后面那采收了要做啥物？好啊，好。哎呦，这是啥物啥小姐？空，这空哦，空杯啊吼，这空杯啊是要甲这个土温啊，甲吹掉嘛。对。这个机器是你家己发明的哦？无，其实阮是去去网络先去找，找着了后，算讲无看卖，家己改看卖，对，所以讲阮是要来倒来试的。所以有改良的就对啦。对。但是我看讲你这有机的啊，有机的就变成有气的呢。对。这是安怎？因为啊，你若种韭菜有无？哈。阮差不多爱。即摆正常像迄一轮遐大枝的有无？差不多40工至30工。才采。对，才会采挂。才烤。对，较大枝。阮遮是较有机的，较有机的就是因阮提早挂。你提早挂？对，因阮提早，因为你若韭菜有无，差不多25工了后，就开始会小可着迄真菌性的病毒。迄想就开始动啊。对。你若25工了后，你若是无挂，就开始会小可会着病，你就爱开始可能爱传药啊。爱西药啊。爱甲控制。其实有机的嘛会使控制，只是讲较重稳。一般时你看迄大枝的韭菜无，你拣一支，迄个重款的话，你这上都爱拣迄5支才有迄。要拣到当时啊。对啊，像阮差不多20年前啊，这韭菜有无？你若拣一袋斤，差不多是3块左右。20年前一袋斤3块。一袋斤安尼。一大把3块。安尼3块有无？对吧？这细支的吼，加起安尼溜溜的，差不多1支啊。安尼算起来有无？哎呦，安尼算起来有机安尼较有可能。无你若有机安尼遐细支无人要紧，迄成本上高。但是你即摆嘛是有人工伫的。对啊。但这是算上少的人工啊啦。对，尽量啊，因为即摆算讲阮嘛是想尽办法想要甲这韭菜这产业做较大。对，想讲看有啥方式，其实只差不多4、5年，阮拢一直咧调整。像顶2年啊，阮是真正拢想讲无紧，40工无甲伊播看卖，阮就用迄有机的药安尼。试看卖，看细人人工去，有机的困嘛，细个有当阵洗袂过，你若洗袂过，佫会炭，所以讲炭去遐比。对，所以讲像这2年安尼无阮就改方式，阮就提早挂。所以讲其实阮即摆嘛是搁咧，搁咧调整。对。若烤咧，烤是人工落去烤吗？对，即摆拢是人工落去，因为你看迄算讲迄材啊，有无拢是种迄较悬。迄花，算讲迄是席面啦，迄花拢种咧花顶对。所以讲你若用机器，即马机器爱另外设计，可能会少。无即马基本上拢是人工用人工咧烤。对。哇，所以啊，咱遮是都完全都有机的啦。对。遮个韭菜有无？共款嘛是有阮另外农友。阮做伙一家物件。所以毋但是你即主啊，尔。对。其他的人啊，甲你斗阵啊。因为阮嘛是有种有机的，做转型的，有有机的有过，阮就会
拢一家做一个事。哦，所以变做敢若合作社的概念。对，阮就是一个合作社，阮即啊，你就是合作社。合作社对。哦，そうか。咱除了这韭菜以外，还佫有做其他的。对，阮嘛有家己种辣椒啊，嘛有节瓜，因为阮家己香草野园，阮家己其实原本就是咧种迄欧陆食材较济。哦。像迄节瓜，阮到西餐厅的啦。对，阮咧10年前就咧种节瓜，迄当阵，足侪人拢毋知这是啥。对啊，所以讲，迄当阵阮通路就拍咧有啥米其林餐厅啊，无就是华善风厨啊，像这比较接国际的较特别的食材。哦，啊，若像这番茄碗咧，这毋是要食辣的，毋是要食咸的哦。这配色的，这配色的尔吼。够味啦，够迄香蕉的味。所以你著爱多元，啊，才有通承担这种有机的这个政绩。对。政绩，还是讲你本来就拍算这个多元来发展。阮原本其实就是家己种遮较特别的食材。啊，种田了，有阮咧种伊边嘛，啊发觉讲，奇怪，哪会四周围哪会拢咧传药啊？啊，就无效。对啊，结果去了解讲啊，因为阮家己故乡遮种足侪韭菜，啊这韭菜常常要落药啊，啊阮想讲无摕一块啊来试看卖，韭菜敢一定爱落药啊，所以阮种落了，是免啊，啊毋过，啊，佫有真侪物件克服啊，吼。对。哦。所以安尼开始的啦。对。下面优先土地嘛，优先厝边隔壁安尼。对。啊，另外即摆阮迄个实验的吼，迄韭菜园啊，即摆就是拢咧做自然教育。哦，安尼来看卖。好啊，好。哎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，你有看过我咧落厨房咧灶骹两位吼？来，倒边的是咱老朋友小虾吼，这组是恁兜的嘛吼？对。哦。啊，这是恁平常时是咧斗合作，恁的合作的情形是安怎合作？是你的人客带去伊遐，啊，伊的人客食饱了去找你，还是安怎？你讲个观众朋友听。其实拢有呢，拢有啊。斗饲就对啊啦。嘿啊。有咧斗饲就对啊啦，拢有啦，对啊。啊，有当阵人手无够的时阵，嘿，比如讲种田啥嘛是斗相共。人手无够的时阵。对啊。换工哦。对啊。哦，你有甲我讲，你本来是你也咧做栽啊时阵，会用伊来做。对啊。系啊。啊，即马咧？啊，做农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定定，倒位爱斗3工来花者，对啊。所以咱进前有讲着讲地方创新，你生了几个？我生4个。啊，你生几个？3个。你生3个？哎呦，真正是大客之功呢，真正是。啊，哪有这个勇气啊？你唔是讲你这3小班内面拢一寡老大人？对啊。恁的平均年岁是偌济？要75以上。70以上啊！哦，啊，我来啊，佫会当来揪个家咯。我想讲，我在恁2个加起来，我就甲恁揪个完啊。无。哦，这真芳。哦，我挑剔吼，较粗个吼。较先落顶，啊，互伊这华语叫梅纳反应，吼，啊，这芳吼，芳话有闻到芳味无？吼，啊，欠芳者吼，啊，过来。因为吼，毋是讲我家己爱点啦，吼，就是讲，这摄影镜头吼，3个人拄啊好。咱一般吼，恁伫厝诶，敢会安尼食？你家己种诶，敢会安尼食？我会都放一寡蒜头甲辣椒落去啃它。哦，啊你咧？我拢食，拢食啦吼。安怎煮安怎食就对啦。感谢呢，无诶，无哦，啊无是真孤苦安尼哦。我袂讲啦。哦，是哦。哦，其实吼，我是挑剔吼，啥物拢无掺。啊，用这个橄榄油吼，落去试看卖。这3个都摆喺遮，这是啥物？你甲咱介绍一下。这是韭菜香肠。韭菜香肠，我第一些来一下，我食一下。哎呦，唔是普通的香肠感觉哦，你做的敢若较西洋式的感觉嘞吼，有点像德国香肠那种味。没错，就是用那个方式下去
做那个韭菜的味道。那因为我有辣跟不辣，那辣的部分它是用那个我们花莲的那个炖汤，全部都是台湾的，然后猪肉是我们屏东的猪肉。哦，哇，好清。你来食这试看卖来，你来试看卖。啊，小弟的技术是安怎？跟一般的韭菜的味道比较不一样。我真正发誓，较甜呢，完全无咸无素吼，嘛真好食呢。你来拍下，试看卖，滚椒，你试看卖。哇，阿廖好食，会使啦哈。会使。上底的这个食物的原理吼，有影真正香。哦，啊这盐田吼，啊有遐物，我有看到遐物。所以你若开始咧想讲，咱这韭菜是要安怎腌？有香，有香。啊，这是啥物？这个是韭菜盒子。你这韭菜也是较豪气的呢，甜一点点呢。然后皮比较跟外面比起来比较薄。料就这。啊，你免叫便当啊！我中昼便当食要落去啊！哦，刚刚这内面有冬粉，啊，猪肉，有猪肉，哦，韭菜，有影呢，赞！我先看，拢我咧食呢吼，这肉丸，对，韭菜肉。我们的韭菜是做在皮上面，不是包在里面，然后又能吃到韭菜的香味。我来讲吼，因为加入韭菜入了吼，迄 Q 度会改变，爱试到安尼，无简单呢。然后这个是比较依照咱讲古早式的做法，在咱的肉丸内面就是加笋丝嘛，但是我们比较特别加菜粉。对哦，我较香。恁这有咧栽培无？这要来家才食会到。来遮才食会着啊！人客官啊，来遮才食会着啊！你会记的。小虾恁遮到位啊叫啥物？咱家友善农场，阮这边是香草野园。哎呀，伊袂歹呢，伊敢若无讲香草野园，你讲人家啊，恁遮点，你搁讲一摆。阮的店号是咱家友善农场，伊遐叫做香草野园。恁平常时就互相有咧交叉。对。你初初开始帮伊用材啊？对。拄开始。拄啊开始，但我头下有说着讲，你遮到位啊吼，后饲鸡。对。然后饲鱼啊。后饲鱼啊。而且这鱼仔屎，搁捡起来。对。搁落去做肥。对。哇！你平常时这芳草园？这样，那是看起来敢若咧上课。对，有安尼敢若小火锅安尼。平常时就是伫遮咧创一个农村厨房，伫遮变迄 DIY 啊，因为农场你着一年四季有无？你着春夏秋冬，你算讲每一届阮种的物件拢无共。哦，所以主题也无共款。对。地形创新转来到遮吼，有真侪人做的拢是服务业，但是恁做实实在在就是做农业也好，咧做农业，恁家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反省甲感觉是啥物？小兰，你先讲看呗。其实农业我是比较朝6级化发展，除了我们一级生产，那再来就是帮这个作物去创造更多的加工品出来，那让这个作物的延伸性有更多的可能性。那再来就是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讲那个产地到餐桌嘛，那我们如何用这个概念再把人流导进来，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？其实哦，我是超工互因讲啊，我来好好食啦。那小香换你，安尼我讲较久诶。你讲较久。对啊，其实甲阿兄讲的共款啊，就是迄当阵，阮转来的时阵嘛是想讲，
看会使种一寡较特别，所以讲种遮的芳草啥。啊，种一个了后，发觉讲，阮家己遮故乡就是种足侪韭菜，啊，毋过定定哪会咧种药啊？啊，所以讲，阮开始去了解讲，敢有可能种遮韭菜，敢袂使卖落药啊啥，无就是卖落遐重。啊，所以阮家己先做一寡较小的试验嘛。啊，试了就实在阿兄，啊，结果发现阿兄就做了足好诶。啊，结果阮就想讲，安尼规就甲阿兄的伊家己试验的这部分，去甲发扬光大。啊，算讲甲四颗令等的，算讲农民啊，甲讲讲，你会使其实尽量卖用药啊，用这方式来种安尼，开始调整。所以你家已经变成真正有机啊嘛？阮即摆是有机的，所以讲阮有一个有机的合作社，所以讲出的器材拢是有机的。哇！啊嘛是因为算讲你爱去，你家爱共算讲辅导，你家爱共辅导，算讲你无可能完全无传药啊，变讲完全这真正有影，看因爸爸甲伊就知影。对啊，所以讲你中嘛是有一项是就是赚较少的，算讲转型期啊。转型期啦，对。所以啊，咱真正咱爱互台湾、互少年人一个机会，啊，台湾一个希望。迄希望就是恁遮的身躯顶后，而且佫是恁下一代吼，一个洗四个，一个洗三个啊。咱台湾新眼界吼，世界万行代，台湾的代志就讲袂完。你甲看，一项韭菜会当演成咧遮侪面，咱的生活会佫较精彩，咱的新世界会佫较多彩多姿。尤其咱少年人，带予咱台湾的新的希望。哦，感谢两位，台湾新眼界。